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趁早要找你。伫旷旱困苦无水的地，我的心喙焦少念你，我的肉体切切羡慕你。我捌安尼伫圣所朝见你，为着爱看你的宽容甲你的阳光。圣诗303首，主，我要学乐你，会众请起立。圣经个别人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17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这里全能的爸，上帝大帝，伊要对下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您请坐。启应1105页。罗马书第10章，我来刻恁的印。你若用嘴宣言耶稣是主，深信上帝有予伊对死人中搁活，就会得到救。因为人的心信就有，因为人的心信就得到称义。嘴宣言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你的人不至到失望，
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共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予所有求告伊的人。因为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叫伊？都无听到，哪会信伊？无人传，他会听到。都无差派，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伊的脚迹领遮尔水。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顺探即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伊所传的信息？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听基督的话。毋过我要问，因敢真正拢无捌听到？当然捌。按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咱来按头祈祷。全地着敬畏耶和华，凡那徛起伫世上的，拢着惊，因为伊讲出来就有，伊命令就我。伫徛在耶和华，互列邦的计划拢归伫空空，互众百姓所想的拢无功效。耶和华的计划永远徛在伊的心所想的，到万世代。令耶和华做伊上帝的迄国有福气，伊所竞选做伊的产业的，做伊百姓的有福气。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看顾羔羊即几工的风台。保守阮徛起的厝体，一切拢得到平安。阮恳求主，也来赐福阮的市区，因为风台、风水所带来伊的饮水、厝体，也是财务有所带来伊的破坏。互阮互政府相关的单位有聪明甲智慧，尽心尽力来办理，恢复正常的生活。主啊，今仔日也是阮常年主日。愿主赐福阮的长辈有健康的身体，有我靠耶和华上帝所得来平安喜乐，常常学乐天父，凡事得到行通，常常读圣经得到信心甲愿望，也用着上帝你的话来教示阮的细囝来敬畏你，甲长回寿，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报告。本会定于本主日第2场的礼拜，要来举行幸福小组福场的彩排，敬请受彩排的福长，请穿正式的服装来参加。今仔第2场、第3场、第4场的礼拜联合聚会，课堂有全播，儿母的礼拜要改入地下室的小会堂。第2，本主日为着中会所定的常年主日，敬请兄姐备办心奉献甲代祷。第3，本会主日逐场礼拜举行，本主日逐场的礼拜举行10月份庆新会，祝福大位寿星健康长岁寿，福杯满溢。本会特别以全年的礼券要来表达祝贺。第4，本主日下昼的3点半，要伫3楼会议室召开10月份中职会，敬请全体中职出席，机构首长也是同工列席。第5，有报名参加装备课程的兄弟，敬请准时参加。第6，咱也有购买2024年每日的严金4亿的兄弟，请往办公室来签名领取第4季的册本。第7，本会定于10月13日举行2024年中央主日敬老活动，65岁以上的寿星伫第2场的礼拜后参加寿宴。地点是龙湖餐厅，请本主日前伫柜台来登记报名，后需要接送要去餐厅的长辈，请往办公室来登记，以便统计人数。70岁以上的，咱的本会要赠送红包来祝贺
是600块，80岁1000块，90岁2000块，100岁3000块。70岁以上的名单看第8页、第9页。咱也有老高的请往办公室，陈伯芬干事来保证。第二大项具体消息，家属组欢迎有意愿服侍主日礼拜要接送长辈的兄弟，请往郭丰凯执事还是办公室来洽询。第二，合作声第一小项，本主日第2场的礼拜后，美丽地学习会议室召开理监事会，请各位理监事出席参加。第二，助学贷款专案是无利息的，即日起学会每学期的助学贷款的名额额满，就停止受理申请。欢迎读本国政府立案的公私立学校的成员，后意愿要贷款的，请往合作社来洽询办理。第三，相助会家庭教会林木川兄弟，伫9月19日安歇主怀，一定伫10月初5举行告别礼拜。请相助会员来召相助会哈。第二小项定立相助会，嘛是相助会伊的消息哈。定立11月初2的上午10点，美丽本会主场召开会员大会，9点半来报道。敬请逐组的委员报名参加，以便统计来餐点来计数数量哈。告解消息，咱请陈牧师。好，这个艺术啦，书房中心伫10月2个到23有办第9届内党复兴祈祷盛会。这帮的主题是德性有余的信仰。讲员有侪为韩国来，还是伫咱台湾的这牧者。费用是2000块，包括有住2暗。有食2顿，交通是家己处理。这帮也有要住伫即个台东的即个路平饭店，是真好的一个机会。咱教会若有参加的因缘有补助，将咱才提出。若无住宿，只有1000块。这个地点伫迄个布隆部落。欢迎兄弟伫即个主日进前会当来报名。第二，迄个高雄经生团契有举办感恩餐会，时间伫10月27下晡5点半到8点半，伫迄个联想饭店。这联想饭店要较早的大巴餐券1张1000块，若有负担兄弟会当往办公室来登记购买，愿上帝祝福。咱后礼拜是1年1度的中央敬老的主日，邀请咱所有的65个寿星咱会当做伙来庆祝祝福大家这个中央快乐伫咱的龙武餐厅请咱遮个办公室登记还是透过咱小组，还是会当。互办公室知影感谢主咱今日也是咱10月份的庆生会这是咱来请你若10月出世的，请你会当为你的座位站起来互阮会当唱生日快乐歌甲你祝福教会。祝你生日快乐！快乐，祝你生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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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牧师来为咱。所有这寿星来祈祷祝福，主要说为着阮10月份的寿星，
来向你感谢。主啊，你予因伫世间的年日得到你的恩典看顾，特别予因会当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成做上帝的囝儿，因会当入班创造天地耶和华上帝，予因伫世间的年日会当专心来跟对上帝，会因带，会当照圣经真理的教导，予因伫你的生活中间，拢会当来荣光上帝圣名。主啊，予因亲像加勒，伊就是到年老的时，伊也阁是成做一个脑洞益壮，啊，阁有信心，阁会当来为主来征战的人。那像伊对这个约书亚讲的当伊会当照当时摩西带伊入到伫这个迦南地，要入去进前所该应允的，你脚所踏的地，拢要归互你的囝囝孙孙。所以伊就有信心入去迦南地，毋若征战，互伊会当阁活45冬，伊伫经过旷野了，会当入迦南地，会当勇壮，会当来荣耀上帝。主啊，求你也赐福阮的寿星，毋若健康，长岁寿，互因的祈祷也到上帝你的面前，得到感纳，互上帝恩典甲主爱均底因到一世人无煞。主啊，愿伫因生日的时为因祈祷祝福，也求你感纳因心中向你的求祷，愿照你美好的旨意成就伫因的身躯顶，伫因的家庭，伫因的世世代代。我安尼感谢、恳求、祝福，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请坐。感谢主哈。咱今仔要所读的圣经在是伫使徒圣经使徒行传13章第1节到第3节，咱会使做伙来读。伫安提阿伫教会中有先知甲教师几啊人。就是巴拿巴称做尼格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甲分封的联军，希律同培养的马念，以及扫罗，因互师主见这的时，圣神讲，着甲我分派巴拿巴、扫罗来将我调因去担当的工。对安尼，见这祈祷，用手欢音，就找因去。赞美，咱要请妇女圣歌队。
感谢主，耶稣的疼实在无同比。讲到顺服圣灵差派的教会，请陈牧师。兄弟大家平安。这帮这个山头尔哈，毋是一个迄电视吼，报道有3只鹅伫遐经过水底咧耍伊活足快乐吼，毋过这个台风有足侪人真正拄着损害艰苦吼。兄弟嘛有人厝内这帮风台受损害，敢有？厝歹去无？感谢主吼，安尼咱是稳定吼。咱有看到即个风台，实在伫即个外海踅足久吼，市长嘛足紧张吼，所以拜二就调真侪牧师吼去市政府吼，嘛去为着即个风台祈祷吼。伊知影即个大自然的灾害吼，这人无法度，可安怎的防备？若无上帝怜悯，人点灯无法的吼。所以市长知影讲爱祈祷吼，感谢主吼。实在嘛，感谢上帝吼。这个风台为中台变做强台吼，强度的台风，后来佫减弱做迄个中度的台风。为咱小港甲礼拜吼，为小港礼拜大概为林武红山去到屏东哦，去弄到大雾山哦。你若有看迄个卫星影图的人知影讲，即个风台遮大吼，会当遮强烈，毋过一个去碰到即个大雾山啊，怎啊小去，怎无去，咱变做低气压。所以台南这边以北吼，其实拢无伤到啦吼，拢无。但是北部想袂到，有落雨大的特别伫基隆甲迄个新北市吼，有个所在拄着真大的灾难。这个风台造成高雄，特别伫南高雄，应该是较严重。咱有去市区吼，看到较早四维路树足水的吼。会使讲真正倒一片吼，树足侪拢若咪长伊就是倒去吼，规拢扣起。民族路也是共款倒真济吼，这就是这个大自然的威力实在足大吼，叫人着爱会当敬仰敬畏吼，靠着人有时咱也无法的着爱求上帝怜悯感谢上帝，互咱伫这个风台中间会当平安经过吼。咱这个主日是上年主日特别咱教会已经70岁以上的已经有，而且有写着159位。牧师伫25当前来是大概50几位啦，即马增加3倍，感谢上帝，表示咱有真侪长辈吼，这上帝恩典吼。牧师嘛，祝福咱，像这个家里同款吼，伊到85岁时吼，伊讲我对40岁吼伊精进甲阿妈的灵精进，经过抗疫，后来征服迦南，会当进入迦南，老年甲灭的地，即马还有这个希伯伦的山地伊嘛讲伊佫遐尼勇壮吼，佫遐有信心，讲甲即个山地互我，甲即个山地互我，就是伊抑佫会当为主精进。咱今日也是迄个福长的车牌主日，就是要车牌咱要开办即个幸福小组毋望会当为主得到更较侪宝贵的灵魂吼。所以今日牧师读即个《使徒行传》13章第1节到第3节，即个圣经咱拢真熟悉。牧师用即个顺服圣神车牌的教诲，甲咱三甲来互相勉励。像这咱知影，
一个工厂，伊一定是有生产的机器，生产的机器一定要有生产的莫达。伊若无即个莫达，无即个动力，伊即个机器袂当运转。伊要有电力，这个拢是真重要。有即个动力，才有通运作，才会当有即个生产的成果。这咱拢是知影。一只汽车，即个汽车上重要就是毋是干即个空壳，伊就是有伊的引擎。即个引擎若是无油、无动力，嘛无法度。较早食油，即马有食油甲食电的，即马甚至有食电的，不断咧进步。但是不管是油产生的动力，还是电产生的动力，就是要有即个动力，即个车才会当震动。所以，咱的教会其实，咱若甲比拼一个工厂，工厂一定是有设备，佮有动力，伊才会当生产。今日一个机器，伊嘛是一定要有一个动力，伊会当运转。咱的教会嘛同款，有一个出名的咱拢常常捌听过的故事吼，讲伫英国有5个大学生去访问一间教会，即个教会当然就该接待，接待即个该接待的人，甲即个5个大学生带去到因教会的地下室的所在去遐参观。去遐参观的时，伊就甲讲即个所在就是阮教会的发电厂。大学生嘛毋知讲，教会就阁需要发电厂要创啥货？教会发电厂伊就带到地下室，后来迄个门是小可开的，伊叫伊讲你看内底，伫内底至少有700个人伫迄个所在，伫遐真力咧祈祷。因伫主日的时阵，即个教会是一个足大间的教会。因真侪人伫遐咧为着今日来祈祷。即个带这个大学生去看即个发电厂的，即个人其实就是苏宝金牧师，上界出名的一个布道家，也是有来起造一间超大型的伫英国的教会。即个苏宝金牧师，伊报这个大学生讲，今日教会会当复兴，其实就是即间教会有一个发电厂，即个教会有一个动力，即个教会才会当有今日即款的成果，就是透过一大阵迄个祈祷勇士。兄弟姊妹，咱今日要举行即个福长的车派，就是望咱半冬拢有一届。那甲咱伫台湾，一般伫北部可能你若种稻可能要收，结果是收2挂就是就前半年甲下半年。那屏东较紧会当收3遍，一般拢收2遍。咱教会较早幸福小组，因上早开始因讲足拍拼收3遍，收3遍，大家真正拼命算足忝所以咱就改做前半冬一届，下半冬一届，咱就车派福长，带着这个福音的勇士会当来做这个幸福小组，会当招人来信主这就是咱今日要车派这个福长。所以牧师特别用这个《使徒行传》这种记载，就是咧记载当时安提阿教会因安怎咧侍奉主、咧敬者祈祷的时，圣神感动因，就爱车派巴拿巴甲保罗，爱出去传福音，爱出去报道。这是初代教会。感谢主！这个安提阿教会咱若读《使徒行传》就知影讲，当圣神降临了，
彼得讲道有3000人、5000人信主，教会信主的人渐渐多。耶路撒冷有真大复兴，但是教会通常复兴了，拢会安怎？拢会安稳。咱一般叫做安逸。大家好过日啦，即马也免像过去遐拍拼。有人有钱，大家都安稳。但上帝认为耶路撒冷的教会，这毋是上界好的教会。下中间牧师咧讲教会甲是基督徒伊拢甲分做5种。那甲咱即马这手机讲1.0，先到2.0到3.0、4.0、5.0，1G、2G、3G、4G， 即马5G。愈是提升，就是伊的功能愈好，伊的速度愈紧。咱基督徒嘛分做5种。1.0就是可能形式的基督徒，大概一冬可能来一届，这个圣诞节来一届，还是过年来一届啊？这一般咱讲较形式的基督徒，形式的基督徒，有名无实的基督徒。1.0这咱无期待。2.0就是讲，咱做热心来聚会，热心来聚会，夏牧师讲这叫做2.0，这就加提升足好啊！但是安尼，咱嘛无望干那安尼，咱望咱是会当3.0，就是毋但热心聚会，你阁会当参与服侍，安尼就是更加提升啊！但是安尼嘛无够格，咱望会当4.0。4.0就是讲，毋但来礼拜，咱阁会当服侍，阁会当为主做见证，会当传福音，安尼就4.0， 4.0。当然会当更加提升5.0。咱毋是干那传福音尔，咱阁会当真正过运动的生活，毋但做福音的工人，咱会当诚做一个布道的领袖，咱阁会当诚做一个牧养的领袖。安尼就变5.0啊，迄就足悬啦，这就是这个夏牧师咧期待讲，兄弟姊妹，咱会当不断提升，对1.0、2.0、3.0、4.0到5.0，教会嘛同款，1.0的教会就是啥物？像这个老底家的教会无灵无小的教会啦，但是安尼有够无够啦，咱来进到2.0的教会，可能2.0的教会，伊就感觉讲，这就是像哥林多的教会啦，活动足济分党结拜，有人热心讲、热心乡有人做这样做样，但是教会拢无一个迄个同款的意向、同款的目标拢袂当同心，所以这个教会嘛无介好，会当提升到3.0，这个变做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是大家拢组织，大家拢彼此相听，大家关系真好。毋过这个教会上帝嘛无满意啦，嘛无满意。这就干那做伙尔，咱有足侪教会咱听到教会已经伫台湾已经明年160档啦。真正咱的教会安稳啦，教会上大，有的教会对教会理解拢偏差足济啦，就讲咱教会都安尼就好所以咱毋免足济人来，教会拢干那为着家己，奉献家己用，家己用家己享受，若要外口为着宣教，要外口出去听丢丢，那甲咧挂肉共款，这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嘛，上帝都无满意即款的教会嘛，互因拄着苦难，互因四散。伊毋则去到撒玛利亚，毋则会当去到安提阿，若无到大家求伫耶路撒冷就好使徒行传讲，圣神临到恁的时，恁免得着亏啦，恁免对耶路撒冷骗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我的干净。若敢伫耶路撒冷就好就毋免去到地极这个福音永远袂当传出去。今日的教会
对教会理解若无正确，这个教会要发展足困难，足困难。毋是干那耶路撒冷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毋是咱模范的教会，安提阿教会才是咱模范的教会。那用耶路撒冷做模范的教会，到啊，这个程度，伊就是只有干那内部，虽然真大，但是这个教会无影响力，这个教会袂当扩展上帝的国度。4点零的教会讲，这就是以有所的教会，以有所吼，保罗伊讲上帝所设的教会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甲教师，为着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来起做耶稣基督的身躯。这个教会已经有组织，有真好的组织，但干安尼嘛无够业，就是爱像安提阿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你若去到土耳其看，这个教会毋是讲偌大拄偌大。所以会宣教的教会，毋是足大，足大，大家安稳，大家拢敢自执，大家敢若欢喜敬拜，欢喜团契，斗阵啉食，欢喜，但是无传福音的热诚，无迄个宣教的负担，这个教会无影响力。这毋是咱所期待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是诚侪外邦的教会的老母，足侪教会会当建立，就是这间教会会当。差派保罗甲巴拿巴去传福音，来建立教会。所以，咱毋望会当诚做安提阿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台北灵粮堂，这个周信做牧师，伊无拍算讲伊会做牧师，但是是去代替，伊讲去代替说代替甲吼40-50档搁咧做吼，但是上帝真正互伊对教会的明白。人若对教会错误的明白，你的教会，你的观念若是安尼，你永远就是安尼。你的观念若是安尼，你就会当达到安尼。你的想法，你想法若毋对，你想法若家己限制、自我限制，你就是安尼。伊知影讲教会袂当干那诚做耶路撒冷的教会，爱诚做安提阿的教会，干那做这个改变，伊个人这个改变，带来这个灵粮堂一间教会变做即马700几间的教会，全世界700几间的教会，迄就是一个结果。若无这个改变，这间教会可能也阁是安尼的一间教会。兄弟姊妹。因为周信罗牧师最近出一本册叫《神助》，吼，又送我一本，吼，然后那个推荐伊送一本，吼，伊较早细汉的时阵，吼，伊的名叫做神助。迄老师讲，吼，伊较早细汉吼，那记住，读册无足好，无足乖，所以，这个老师吼讲吼，意思甲讲吼。天助嘛着爱人助，人助，神助嘛爱人助，人助嘛着爱自助。意思是讲，你家己若毋拍拼吼，你无法度。毋过有影，咱爱家己拍拼。但是你若无上帝的帮助，人拢会自我限定、自我限制。束缚，就安尼，无可能，就是安尼尔。但是感谢上帝，伊透过圣神的帮助，真正。互伊观念改变，将灵粮堂对耶路撒冷的教会的模式改做安提阿教会模式，安尼尔，一间会变2间，2间变4间，4间变8间。对台北市有灵粮堂，甲伊看到讲台湾300到19个乡镇，逐个乡镇拢要有灵粮堂，这个目标去走，规世界去走，安尼。今日会当有700几间的教会，兄弟姊妹，咱毋望咱的教会会当诚做安提阿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就是会当顺服圣神的感动、差派，欢喜去传福音，欢喜去传福音。咱看到这间的教会有几项
互即个教会食做即款的教会，值得咱学习的伫安提阿一间的教会。头一个就是讲，因有迄个属灵的同工。咱读的圣经内面有讲到遐有先知有教师搁有迄个巴拿巴、保罗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所以因真侪人有无共款的运势，无共款的族群，但是因大家做伙同一条心，因会当同心合意祈祷透过因祈祷，圣神就做工感动因互因会当成做一个上帝所要使用的军队，一个团队因有人宣讲上帝的道，有人来教导上帝的真理，有人会当来领受上帝的启示，有人会当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因就会当带领这间教会行远复兴。这个安提阿这5位同工会当带动教会复兴。兄弟姊妹，咱教会有遮侪主所兴起的同工，我相信咱的教会的确会当有更较大的复兴。今日教会同工是甚物？甚物人？当然就是真正因有互主呼召佮逐人看这好咱选出的中级，是受训练受差派的小组长，甚至伫小组中间真正较热心欢喜互主用，因欢喜来承担来做即个副长。当牧师咧上即个幸福大学的时阵我头一届上课拢会问因讲恁中间有做过副长的举手若无举手，就是伊无做过。牧师一定是会甲鼓励讲，咱读即个册，咱来上即个课，毋是干那知识，毋是讲我知影是知影，知影免开车毋捌开车就是袂晓开车嘛毋敢开车。知影免游泳，都毋捌去游泳，就是袂晓游泳一定是足简单的，毋过爱去实际去训练你知影免传福音，但是就是去爱去传福音伊若有去实际去传福音，伊就会当成做一个会晓传福音的人。佮因会当有团队去传福音，因的迄个默契愈来愈好，因的做工的果效会愈来愈好。所以感谢主，相信一间教会有更较侪属灵的同工，互主兴起，这个教会就会当哪复兴。假使咱若无即款的人，无属灵的同工，拢是爱人牧养的，拢是爱人该扶持帮赞的，教会自然就无开通过对外去带人来信主甚至教会想过来，敢若内部的教会，就是迄个有人咧讲，迄个外道外行内道内行，就是讲牛条内搭牛母逐个组织伫遮无代志做。咱现大夫讲有可能就是讲食饱收营逐个厝内无代志变有代志毋过当咱会当共同对外，咱有对外的目标的时阵，咱袂内部产生较大的问题有足侪教会拢是分党结派对内面逐个敢若争权夺利，结果传福音是无成绩通交互主。这毋是咱意爱的教会，兄弟姊妹，安提阿的教会就是有属灵的同工。第二，因真正热心来侍奉主。第20讲，因侍奉主的时，因禁食祈祷。当因伫迄个所在禁食祈祷因就会有圣神对因讲话。这个圣神对因讲话圣经讲。连续讲因侍奉、因禁食、因圣神对因讲话。当咱热心敬拜、祈祷，咱就会听到圣神的声。当咱无咧侍奉，咱无咧热心，咱无咧祈祷，可能世界声咱就听较济。
甚至魔鬼的声你会听较济，人的声音你会听足济，但是你就袂听到上帝的声。感谢主，因就是透过安尼因会当来领受圣神的感动。所以圣神的感动，毋是干那自私点吼迄个感情的情绪，想讲要去安怎自私感动，毋是，是真清楚上帝的心意。所以因欢喜。凭着信心，顺服圣神的引刷，因就出去。兄弟姊妹，咱爱热心来敬拜上帝，咱热心敬拜上帝，咱常常祈祷，圣神的确当时按怎对安提阿的教会来讲话，今日嘛是要对咱讲话。第三，咱若读到安提阿的教会，咱知影若读较进前特别到11章的是，因有真有疼心。虽然因受到患难，受到困迫，因四散，其实因毋是生活真安定，因的日子毋是足好过。但是伊知影耶路撒冷拄着饥荒的时，因就有疼心，大家就扣钱，准备要去帮衬故乡的教会。无会这间教会就是有超然欢喜好人的教会。兄弟姊妹，宣教就是好人。那个上帝找伊的囝来到世间，来收赐予咱，咱敢有摕钱去甲换来？无啊！这个救恩是白白的，所以宣教就是咱欢喜，将上帝对咱的疼，咱来分享出去。上帝予咱领受这个福音，咱会当来分享出去。上帝予咱的恩典，咱欢喜分享出去，成做一个好人的教会，好人的比共体较有福气。有好人的就有好利，感谢上帝，咱有种教会会当成做一个欢喜好人的教会，上帝就搁较济好利。有一个老爸讲，摕100块予伊的囝，讲囝你会当摕去用。结果过一天，老爸甲问讲，囝你这100块安怎用？伊讲爸，我将这个钱借互人。借互人，伊讲迄人敢有信用？伊讲迄人是咧共本的即个乞食呀，你遐个讲你互伊毋对呀，你就无伊啊。但是即个囝甲伊的爸爸讲，圣经讲迄个甲钱借互送养人，就是借互上帝。伊的老爸听了讲，哇，即个囝圣经落读，伊咧讲，佫真正有道理。所以就摕200块予伊，伊就甲因爸讲：你看，我互人100块，我马上佫得到200块。当然，这是一个趣味的一个对话。我欢喜甲100块摕出去，佫得200块，当然是爸予伊的。但是要咱知影讲，当咱会当真正照上帝的心意，咱欢喜好人，有疼心帮助人。反倒等得到上帝祝福。那像这个加利利海会出去，水就入来，这就成做一个有活命、有足多鱼的所在。死海有入来无出去，这就死去啊！这个道理大家拢知，但是这间教会就是这款的教会。第四，这个教会真正是一个生活有见证的教会。所以伫迄个使徒行传11章20节讲，学生称作基督徒是对安提阿去。较早这个基督徒是人咧甲你笑的，讲你这是迄个信耶稣的，咱讲咱这是咧食教的，这是冥教的，大家甲你踢笑，大家诚做踢笑的，但是起头因是拢讲，阮就是信徒，阮就是学生。无着阮的兄弟，但是对安提阿开始，因家己感觉我诚做基督徒是阳光的，恁甲我踢笑，但是阮基督徒，阮彼此相疼，阮会当真正伫阮的生活中间为主做美好的感情，透过因的好的信用生活的表现，诚做好的见证，会当吸引人来信主。兄弟姊妹，我头拄仔讲过。咱毋望咱诚做一个，毋是1.0挂名的，咱会当2.0、3.0、4.0、5.0，
成做一个真正有见证的基督徒，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吼，毋是有名无实的。伫即个亚历山大帝吼，伊是一个足出名的将军，一届吼，伊去咧巡视一个部队，有一个士兵哦，甲伊革命，但是伊去了解即个士兵哦，无认真，无尽职，结果即个亚历山大是有较人讲较会善，但是伊去甲即个部队的官长讲，叫即个兵哦爱改名，毋通叫做亚历山大，吼，因为亚历山大拢毋是即款的人，伊哪会安尼？吼当然，即个亚历山大就是意思讲你毋通变单，你甲我共命，我做即个亚历山大做恁的领袖吼，实在感觉见笑，吼。即当然，即个故事是要甲恁讲，咱今日做基督徒，既然咱诚做上帝囝儿，咱就爱甲受条阮会当配合，咱就是当实实在在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来应用上帝。上落尾要讲，即个安提阿教会就是一间有宣教热情的教会。因今朝祈祷的是因欢手因的顶面就是巴拿巴甲保罗，因就受差遣出去传福音，感谢上帝。透过保罗、巴拿巴，有头一次的宣教，有第二次的宣教，第三次的宣教，会当伫小亚细亚来起造教会，毋但伫小亚细亚起造教会，甚至圣神佫感动伊吼，听到马其顿的呼声，去到菲律宾的所在马其顿来起造菲律宾的教会，互福音会当到伫欧洲，后来欧洲会当片传，过欧洲诚做基督教国家甚至即个欧洲佫宣教来到美洲，来到亚洲，来到非洲，今日世界宣教，其实是对即个欧洲。即个欧洲就是对安提阿教会去迄个所在，感谢上帝。咱对即间教会会当知影，伊就是顺服圣神差遣的教会。兄弟姊妹，毋望咱不管咱的年纪大还是小，毋望咱会当做一个5.0的基督徒，会当传福音会当有好的见证带你厝内人信主。带你的朋友厝边隔壁咱年长的兄弟，咱嘛是会当招人，咱嘛是会当传福音约翰卫斯理讲哦，全世界拢嘛是我的教区，我拢会当传福音。即个戴德生讲，全世界传福音，去所有人传福音，这毋是我的选择，这是主的命令感谢主吼我最近看我查某囝写一个短短的分享，我足感动。伊讲阮迄个查某孙新妇生去3年了，边仔坐一个过动的小孩边仔佫有一个学习较歹的囡仔伊无埋怨嘛是感觉甲因关系真好有一天转来足欢喜讲校长特别去甲老师讲，叫伊爱帮忙来陪伴这两个囡仔不管是过动学习有困难的爱注意因的册包有摕顿的无，册有摕顿的无作业有啥人拢该注意。伊感觉非常的勇敢去互校长派到即款的任务感觉非常的勇敢后来伊转来了，甲爸爸妈妈讲，到尾伊感觉讲我应该招伊来教会斗阵耍斗阵学习，所以就认真写一张批，互即个囡仔的父母讲，伊要招因来教会，会成功未成功毋知，但是至少咱看到伫咱的教会，即个囡仔即细囝有即款的心，欢喜要招人来教会，欢喜人来听福音。互人也会当来认捌主耶稣。兄弟姊妹，今日咱要找拜这个福音的勇士，咱来为祈祷，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教会真正有真侪属灵的同工受兴起，逐人热心敬拜上帝。
大人拢会当有听心的奉献咱有热情的祈祷，咱欢喜为主做工好了得救人更加加添伫咱的教会，咱三甲来祈祷。亲爱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当亲像像安迪尔教会遐尼姊妹，因嘛有听心，热心敬拜上帝，反倒当因欢喜受装备，会当诚做学生，诚做基督徒，诚做主的门徒，欢喜回应圣神的感动，呼召切恳，会当出去传福音。主耶稣，求你也帮助阮今日这个福长的车派，有圣神你的感动甲引带，互所有欢喜受车派，因会当像保罗、巴拿巴同款，因出去传福音的时，就有圣神极大的工作，有好的果效，有真侪灵魂透过因来得救。主，阮感谢你，互有种教会诚做欢喜好人的教会，阁是欢喜受车恳传福音的教会。无论是阮家己的所在，去到别的所在，就是去到远的所在，互阮拢愿意，互教会会当透过欢喜学习安提阿的教会，会当不断来扩展，互上帝国会当得到空阔。主，阮感谢你，学了你，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回应是550首，我做基督兵丁，非常请起立。我做基督兵丁。现在咱为着
即帮的汕头台风带来高雄的即个损害会当紧紧恢复，特别还佫部分迄个停电，希望会当紧紧恢复，停水会当恢复，减轻因的艰苦。咱为着这祈祷，咱嘛为着咱教会伫即个下半年，咱开始要找派福长，也要开办幸福小组，望当收割更较侪灵魂。咱为着因祈祷祝福，嘛为着家己祈祷，互咱家己也会当欢喜成做一个福音的勇士，也会当欢喜有听心的奉献，背后的祈祷透过咱会当看见教会有更较大福气、大的福兴会当临到。咱也为着咱所有这软弱的肢体，无论是伫治疗中，还是复健中、安养中的兄姐，求主拢施恩看顾。兄姐，你有啥物款的祈祷，带到主的面前，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三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主耶稣，感谢你，阿罗你，使我有从教会会当得到你的看顾，使我这帮的汕头的台风保守兄弟姊妹，拢无拄到伤害。主，我感谢你，会当平安经过。总是阮为着遐抑个无电无水工有受损这产业有受害，主啊，所有阮的同胞。求你施恩，互政府有效的措施，紧紧会当帮助因复原。主耶稣，阮知影人的有限，阮需要依靠你。亲爱主耶稣，阮也要为着你，互阮的教会会当今日要委员福长的车牌，互所有这福长会当互圣神充满，互因领受对圣神的车牌、车欠。甲圣神同行，同工，互因带着同工报道无惊吓，互因收割灵魂有恩典。主啊，求你施恩，互地球人那加天伫阮的中间。主耶稣，阮也将阮的肢体有软弱的，无论是治疗中的，是复健中的，是安养中的，年长的。还是年轻的，求你拢施恩看顾，求你的保护掠靠，求你的圣手扶持帮助。最后说，阮所有兄弟姊妹来到你的殿中5年敬拜，阮有什么款的代志，阮一概无得挂虑，凡事只着恳求祈祷，甲阿爸爸讲，你要伫基督耶稣内面保守阮的心，阮的念头。最后说，感谢你。虽然有经过这个台风带来威胁，感谢你，互阮平安。阮的同胞也搁伫这个灾损的恢复中呢，求你特别施恩，求你互阮的市长、市府的团队有智慧，政府各级的单位同心来恢复阮的工园，恢复正常的生活。这样说，阮这个下半年，阮的报道的时间。特别圣神有能做工，今日充满伫所有福长，互因会当带着能力，会当为主来收割更加侪宝贵的灵魂。最后说，随着软正的肢体，愿你的保护掠靠，愿你的圣手医治，阮的祈祷拢会当透到你的面前，得到你感纳。愿你施恩赐福，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咱请继续来收奉献。但是今日也是上年主日，叫咱的感动，咱也有愿意为着因的事工的需要奉献，愿主纪念祝福。这将咱起立来迎奉恩师。
我的亲吻献乎你，耶稣荣达你经，我的在情你修书，我愿最基固。阿门。听阮的上帝，阮感谢阿拉主，因为阮信靠你，互阮拢得到平安甲喜乐。无论兄弟今仔透早带着啥物代志来甲主你的面前来所求，不管是有声还是无声，你拢知。恳求主是阮祝福阮油厂教会，诚做是4.0、5.0的教会。求主来，我靠信心来要得到即个互信心充满的教会。阮感谢了主来祝福阮所信所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祝福切恳。我要山求主赐福，愿心中上快乐。大家亲爱有助，欢喜滚地主脚步，地主脚步，地主脚步，经过旷野主抓路。阳光冠冕归主心，充满心只免惊讶。真义把背修行，只该为主最干净，最主干净，最主干净，无论多起最更迭。何为温暖对阮最近，所求怜阮阿家己，阮的心求主帮助，那苦那在阮无，阮点无，阮点无，孤灯充满通世间。咱恁通平安去，愿圣神充满恁，引带恁，佮切见恁，互恁若灵魂体勇健，互恁所做拢行通顺利，互恁的家庭拢得到上帝的祝福，互恁出入拢得到平安，佮恁会当为主做美好的感情，透过恁好的感情，会当带人来归向主，互恁会当得到更较侪这个宝贵的灵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甲恁正大家三甲美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个人。